过了2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家己徛伫河边，有7只母牛为河里起来，佫美好佫肥壮，伫路竹中食草。随后佫有7只母牛为河内起来，佫摆路佫打伞，甲迄7只母牛一同徛伫河边。这佫路摆佫打伞的7只母牛，食尽了迄个佫水佫好佫肥壮的7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伊佫困着，第2回做梦，梦见一丛麦仔长大了7个穗，佫肥佫大佫加美。随后佫长了7个穗，佫细弱，佫被东风吹打了。这细弱的穗吞了迄个7个佫肥佫大佫饱满的穗。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一个梦。到了早起，法老心内不安，就找人调了埃及所有的术士甲博士来。法老就甲所做的梦讲互因，却无有人会当甲法老原解。迄时酒政对法老讲：“我今仔日想起我的罪来。从前法老恼怒心魄，甲我甲县长落伫护卫长府内的监狱内。因2人同夜各做了一梦，各梦拢有讲解。伫遐里当着阮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，是护卫长的仆人。阮讲互伊，伊就甲阮的梦原解，是按照各人的梦原解的。后来正如伊甲阮原解的成就了，我管服原职，县长被挂起来。法老随即差个人去调约瑟，因便赶紧带伊出监狱。伊就剃头、化面、换衣裳，进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讲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无有人会解。我听见人讲，你听了梦就会解。”约瑟回答法老讲：“这无在乎我，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”法老对约瑟讲：“我梦见我徛伫河边，有7只母牛为河里起来，佫肥壮佫美好，伫路竹中食草。随后佫有7只母牛起来，佫软弱佫歹路佫打伞。伫埃及遍地，我无有见过遮尼无好的。这佫打伞佫歹路的母牛，食尽了迄以前的7只肥母牛。食了以后，却看袂出食了迄歹路的款式，犹原甲先前同款，我就醒了。我佫梦见一丛麦仔生了7个穗，佫饱满佫加美。随后佫生了7个穗，孤单细弱，被东风吹打了。这个细弱的穗吞了迄7个加美的穗。我将这个梦讲互了术士，却无有人会当甲我解说。约瑟对法老讲：“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上帝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7只好的母牛是7年，7个好穗也是7年。这梦乃是一个。迄随后起来的7只佫打伞佫歹路的母牛是7年，迄7个虚空被东风吹打的穗也是7年，拢是7个丰年。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讲，上帝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予法老了。埃及遍地必有7个大丰年，随后佫要来7个丰年，甚至埃及地拢袂记得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
饥荒所灭。因迄以后的饥荒真大，便不感觉先前的丰收了。讲到法老2回做的梦，是因为上帝命定这个事，并且必速速成就。所以法老当竞选一个有聪明、有智慧的人，派伊治理埃及地。法老当安尼行，佮派官员管理这地。当7个丰年的时阵，征收埃及地的1/5，叫因甲将来丰收一切的粮食自炼起来，积蓄5谷，收存伫各城内做食物，归伫法老的手下。所积蓄的粮食可以方便埃及地将来7个丰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法老甲伊一切臣仆拢以这事为妙。法老对臣仆讲：像安尼的人，有上帝灵伫内头，咱岂会当找得到呢？法老对约瑟讲：上帝既将这事拢指示你，可见无有人像你安尼有聪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拢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伫宝座顶，我比你较大。法老阁对约瑟讲：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摕落来手顶打印的手指，挂伫约瑟的手顶，甲伊穿上细麻衣，甲金链挂伫伊的颔棍顶，阁叫约瑟坐伫伊的副车，后斗伫前，呼叫讲：几落！安尼，法老派伊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讲：我是法老，伫埃及全地，若无有你的命令，不准人擅自办事。法老赐命，互约瑟叫沙法那西巴拉亚，阁将安城的祭司普地法拉的女儿亚西娜，互伊为某。约瑟就出去顺行埃及地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阵，年30岁。伊对法老面前出去，遍行埃及全地。7个丰年之内，地的出产极丰极盛。约瑟自念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，将粮食积存伫各城内，各城周围产地的粮食拢积存伫本城内。约瑟积蓄5谷真多，如同海比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胜数。丰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普地菲拉的女儿阿西娜，甲约瑟生了2个后生。约瑟甲长子号名叫马拉西，因为伊讲：上帝互我袂记得了一切困苦，甲我父的全家。伊甲次子号名叫做以法莲，因为伊讲：上帝互我伫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埃及地第7个丰年一完，7个丰年就来了。正如约瑟所讲的，各地拢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到埃及全地有了饥荒，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因讲：恁往约瑟迄边去，凡伊所讲的话，恁拢爱做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。约瑟开了各处的仓，特粮予埃及人。伫埃及地饥荒真大，各地人拢往埃及去，甲约瑟遐呢打粮，因为天下的饥荒真大。